咦，阿 Ken 最近你係咪肥咗啊？你咁都留意到啊？係啊，最近咧有朋友有高血壓咧，佢就唔信西醫咧，佢就聽到個方法咧，用白米水浸腳咧，咁佢每日浸完腳嗰啲米咧就送晒俾我，咁梗係食到肥晒啦。咁其實白米水浸腳係咪真係可以醫到高血壓？老實講，我真係未聽過啦。咁亦都冇聽過話有科學根據咯。咁呢啲應該係偏方啊。不過咧，我又覺得咧，如果咧咁嘅話，記住啲米浸個腳，咁你記住要洗乾淨至食咯。我冇洗過喎。咁呀，唔緊要。嗱，講俾你個朋友聽咧，我哋有個金句叫道聽途說難辨清，科研判斷最精明。咁咧，去接受治療咧，應該要睇下有冇科學根據㗎。再呢一陣啦嚇，咁大家都用開 YouTube 啦，咁我相信你都知道咧，撳訂閱係唔使錢嘅，撳完訂閱咧就會有一個鐘仔出現，撳埋佢，咁你就知道我哋幾時出新片。由於我哋嘅內容咧主要都係醫學為主啦，咁如果大家覺得深嘅話咧，不妨睇多幾次。如果都唔明咧，記住問你嘅家庭醫生好噃。多謝。係啊，Doctor Boo啊，不如講下高血壓有啲咩分類啊？好啊，好啊。咁咧高血壓咧就分做原發性同埋繼發性嘅。咁原發性咧就佔咗大多數嘅人90%到啦，係原因揾唔到嘅。咁多數係我哋平時見到嗰啲長者有血壓高嘅情況啦。咁繼發性咧就佔咗大多數人咧10%到啦，係因為咧有第二啲嘅情況導致嘅。咁咧就有咩情況咧？譬如話咧睡眠窒息嗰啲人咧就會引發呢個情況。有啲人腎病啦，例如話佢有腎衰竭啊，或者腎嘅動脈血管閉塞啊，又會產生呢種情況嘅噃。咁有一啲嘅荷爾蒙分泌又會嘅喎，例如話腎上腺咧生咗啲腫瘤咧，導致荷爾蒙失調又會咁嘅喎。咁有一個情況咧就叫 Cushing syndrome 富恩氏綜合症啦，咁嗰啲荷爾蒙又會令到佢咁。嗱，有啲人咧長期食某啲藥或者接受注射，譬如話類固醇啦，有啲嘅腎衰竭嘅病患者需要打一啲嘅造血荷爾蒙咧，都會導致到血壓高嘅。診斷高血壓咧，我哋一定要靠度嘅。咁如果想點樣準確量度高血壓咧，記得睇翻醫學 ABC 點知血壓準唔準啊？最理想嘅方法咧，屋企度完之後話翻俾醫生知。正常人嚟講，上壓咧就通常應該係120或者樓下嘅，而下壓咧通常係80度或者樓下嘅。咁至於如果高血壓咧就係上壓140度啦，或者咧係下壓咧高過90度以上嘅，而介乎中間，譬如話咧上壓係120至到140咧，我哋叫做高血壓前期啦，下壓咧80至90度。咁有啲人咧真係得一個會高喎，即係話一係上壓一係下壓。我哋呢一類咧就叫單獨式嘅高血壓啊。咁如果佢係上壓高咧，我哋叫單獨收縮型高血壓；而下壓高嘅咧，我哋叫單獨舒張型高血壓嘅。上次我哋講過咧，今集會講高血壓嘅管理嘅。係。咁我見坊間咧好多道聽途說嘅講法，即係唔知邊啲真邊啲係假。道聽途說難辨清，科研判斷最精明。所有醫學嗰啲嘢要記住，要有科學根據至相信啊！而家我哋嘅醫學咧，我哋要依靠嘅科研判斷啦，同埋實證醫學喎。根據一啲嘅客觀嘅判斷咧，再加上醫學嘅證據咧，先至可以推出俾即係醫院啊同埋診所去用咯。咁呢啲推薦咧有啲分咗啲咩程度㗎？係啊，咁誒視乎咧有冇咧用一啲叫大數據嘅研究啦，同埋雙盲嘅檢查。咁如果有呢啲大數據同埋雙盲檢查咧，咁呢啲咧推薦係叫強力，叫做 A 型嘅。咁至於其他嗰啲道聽途說啦，缺乏呢啲大數據或者呢啲嘅雙盲檢查咧，我哋就叫做 B、C、D 其他嗰啲類型咯。所以見到 A 咧就可靠好多啦。咁不妨喺度咧，同大家分享下一啲嘅強烈推薦俾大家嘅管理高血壓嘅重要嘅5方面喎。咁全部都係 A 㗎。嗱，第一方面咧就係體重嘅管理啦，第二咧就係飲食健康嘅管理啦，第三適當運動嘅管理，第四同埋第五咧就係少酒少煙啦。咁真係好重要喎。咁我哋大家一齊了解一下。健康新心社，智慧多一些。第一項咧就係體重管理啦。
強烈推薦鼓勵超重病人減重㗎。冇錯啦，咁我哋用 BMI 身體質量指數啦。咁咧我哋點樣計咧？首先咧體重咧我哋用公斤嚟表達，身高咧我哋用公尺嚟表達。咁咧將呢個體重除以身高嘅二次方，就得到 BMI 嘅數字啦。咁如果 BMI 咧係23至25咧，係屬於過重；如果 BMI 係超過25咧，已經屬於肥胖㗎啦。喺熒光幕咧，我哋見到咧呢個2000年嘅 Hypertension 嘅期刊裏面咧，佢哋刊登咗咧佢哋 follow 住一班人咧，咁咧經過18個月幫我哋減磅啊，咁再 follow 多7年嘅時候咧，佢哋有成77% 嘅有高血壓嘅人士咧，佢哋嘅血壓得到會減低嘅，所以可以睇到咧，原來減磅係真係好有用。第二項嘅強烈建議咧，就係大家食清淡啲啦。冇錯，咁其實咧有好多份嘅實證醫學嘅調查報告，例如話 New England Journal 喺2001年咧都刊登過啦，建議咧高血壓嘅朋友咧食少啲鹽嘅，譬如話咧每一日咧應該少過5克嘅食鹽，大概係有幾多咧？大概咧就1個茶羹到啦。發現咧越食得少咧，佢個上壓同埋下壓都會降低到噃。第三個強烈建議咧係大家做多啲大嘅運動啦。絕對係嘅。嗱，譬如話咧 Hypertension 呢個期刊咧喺2000年咧有一個嘅大數據嘅報告出咗啦。咁定期咧帶氧運動咧係發現咧可以幫助高血壓嘅病人咧減上壓同埋下壓。一般嚟講咧，我哋嘅共識咧，帶氧運動咧係一啲嘅運動咧，例如話緩步跑啊、游水啊呢啲，增加個心臟嘅速度嘅，亦都咧我哋會個時間性嚟講咧，大概係30分鐘至到45分鐘到啦，咁就有效噶啦。第四個強烈建議咧就係飲少啲酒啦。男性咧每日咧係要少過2個標準單位啦，而女性咧係少過1個標準單位㗎。冇錯啦，咁樣點樣去計咧？一個標準單位咧，其實咧就講緊係10克嘅酒精喎。咁10克酒精有幾多咧？其實等於咧就話我哋飲啤酒係250cc。咁啊為之1個單位。如果你話紅酒啊、白酒呢啲，如果個酒精度數大概12%咧，就大概係100cc 嘅酒啦。咁如果係有強烈40度嗰啲咧，我哋講緊1個 cup 即係大概30cc 度咯。不妨咧分享下啦。Hypertension 醫學雜誌喺2001年咧，佢講到咧，原來咧酒精嘅分量咧如果越多咧，咁個血壓亦都會越高喎。咁原來每一日咧用嘅酒精嘅限量嚟講係女性嚟講咧，如果超過咗1份嘅話咧，或者男性超過2份咧，血壓高嘅機會咧會大增喎。而一啲酗酒嘅人士咧，如果佢停止咗酗酒呢個行為咧，血壓會正常翻嘅喎。所以咧，其實酒精咧適宜咧就有限度咁飲。強烈推薦5咧就係戒煙啦，所有高血壓嘅病人咧都需要戒煙㗎。冇錯，有醫學實證咧證實咧原來戒煙咧係最好嘅減低中風同埋心臟病嘅方法嚟㗎。因為咧煙仔咧的而且確咧可以減低呢個血壓藥嘅功效㗎。咁而食煙咧係會令到咧高血壓嗰啲人咧好容易有中風同埋冠心病咯。而且咧會令到咧步行嘅血壓嘅會升高㗎。咁食電子煙同埋香雪茄得唔得㗎？有證據顯示咧，雪茄咧同埋咧無煙咧嘅香煙咧，亦都會增加血壓嘅。而亦都發現咧，中風、冠心病咧同香煙嘅數目咧係成一個正比，同埋好清楚有一個分量同埋效力嘅關係嘅。咁Dr. Paul如果證實咗有高血壓之後咧，係咪一定需要食藥嘅咧？嗱，首先咁樣講啊，如果咧佢咧經過咗一段時間咧，譬如話6個月咧，佢嘅有啲嘅優化生活，例如減到肥啦，減到煙啦，減低酒啊之類嗰啲嘢咧，而個血壓咧已經回復翻正常咧，嗰啲就未必要啦。但係如果咧佢啲血壓仍然未達標啦，又或者咧佢有終極嘅器官受損，例如話腎功能受損啊、心臟發大啊，或者眼底嘅問題啦，咁我哋就會開始食藥噶啦。咁咧我哋發現咧食咗藥咧亦都可以減低咧佢哋嗰啲嘅冠心病嘅機會㗎。咁有冇啲咩醫學實證？有㗎。嗱，我哋睇下熒光幕啦。依個叫 HOT， 咁中文咧我哋有個名叫隨機對照試驗 Hypertension Optimal Treatment。咁喺當中咧，佢證實咗咧高血壓嘅病患者啦，如果降低咗血壓之後咧，連個心血管病
都會降低嘅噃。健康身心社，快樂就在這。哦，咁如果血壓去控制翻正常水平之後，係咪已經得㗎啦？一啲嘅醫學根據咧，發現咧再盡心控制個血壓，再低啲，譬如話你唔單止140啦，你去到130甚至120咧，我哋發現咧呢個咁嘅情況咧，會更加全面降低咧心臟血管有啲併發症嘅其他嗰啲不良後果甚至死亡率都會降低。不過當然啦，你唔可以無止境低到好緊要啦。如果你個上壓咧低過100度，你可能會暈啦咁樣咯。基本上咧，如果去到140已經好 OK， 如果再低啲，其實有額外嘅好處嘅。咁糖尿病患者咧喺控制高血壓方面咧有冇用㗎？絕對有用㗎，因為咧患咗二型糖尿病嗰啲朋友咧，如果有血壓高嘅話咧，我哋咧要好好地控制個血壓嘅。咁我哋指標咧就去到上壓130，下壓咧就唔好過80㗎。咁我記得咧，香港咧一般嚟講咧都係140/90嘅喎。咁即係糖尿病患者咧個高血壓嘅指標咪更加嚴格咯？咁有乜好處啊？你好叻啊！咁留意到呢一點，咁冇錯啊！原來咧二型糖尿病嘅病患者咧，如果好好地控制到啱啱我頭先講嗰個比較嚴格嘅血壓控制咧，佢哋亦都可以減低患上冠心病呢個併發症嘅風險啊！絕對有利於佢哋㗎。咁對於慢性腎病患者咧，咁控制血壓方面咧有乜好處咧？絕對需要㗎，因為咧有好多嘅調查顯示咧，原來慢性腎衰竭嗰啲病人咧，如果控制血壓有好多好處㗎。譬如咧有一啲嘅病人咧，佢每一日排出嗰啲蛋白尿好多咧，咁如果保持個上壓咧，保持喺110至130咧，係可以減低個腎衰竭嘅惡化速度㗎。咁另外一份咧就講話，如果個血壓咧減到喺130/80以下咧，咁佢哋嗰個慢性腎衰竭嘅退化功能咧就會可以維持得到嘅。咁最後一個嘅報告咧就講咧，如果慢性腎衰竭嗰啲病人咧個血壓保持喺低位咧，除咗可以減低腎衰竭嗰個惡化程度之外咧，仲可以減低死亡率添啊！所以咧可以知道咧控制血壓咧係對慢性腎衰竭嘅病人嚟講十分之重要嘅。健康身心社，智慧多一些。咁有啲我唔明啊！如果我有高血壓咧，咁我應該揾翻普通嘅家庭科醫生啦、內科醫生啦、老人科醫生啦，甚至產科醫生啊。其實你講得都幾合理㗎。一般咧普通嘅高血壓嚟講咧，除非佢係叫做次發性或者繼發性，即係有其他一啲咩腫瘤嗰啲搞到血壓高。如果唔係嗰一類嘅話咧，大多數嘅高血壓咧由家庭科醫生跟進係足夠㗎啦。除非有5個情況之下咧，就必須要考慮咧揾專科醫生去覆診嘅。不如我哋逐個睇睇啊！咁第一類嘅病人咧，就係嗰啲我哋懷疑係繼發性嘅血壓高嗰啲病人啦。咩個繼發性咧？即係話佢咧身體咧出現咗啲問題，導致血壓高，而唔係話冇原因。譬如話咧一啲嘅腫瘤性血管嘅問題啦。咁呢類有2種嘅病人啦。咁一種咧就係30歲樓下嗰啲啦，又或者一啲嘅可能年長，但係我哋覺得佢個血壓高好奇怪，咁可能即係有一啲嘅腫瘤喺背後，咁我哋一定要揾即係嘅專科嚟嘅醫生嚟幫手啦。第二類咧就係一啲懷孕嘅婦女啦，如果佢懷孕嘅期間咧有血壓高咧，因為如果呢個處境佢唔係妥善咁處理嘅話咧，對個 BB 對個孕婦咧可能會有個即係影響個性命嘅情況，所以咧一定要揾咧產科去幫手㗎。咁第3類咧就係我哋當發現咧個血壓病人咧，佢哋個血壓高咧，導致到一啲嘅器官已經有受損，例如話眼底受損啦、心臟發大啊，或者甚至有腎病啊，呢啲亦都要揾專科幫手。咁第4類咧，亦都係一啲嘅藥物問題啦，例如話嚴重藥物反應啊、藥物嘅抗藥性，例如話比極藥咧，佢個血壓都受唔住控制啦，又或者咧副作用問題多到咧，根本咧家庭醫科咧都搞唔掂啦，咁就要揾專科啦。原來係咁。咁高血壓係咩情況屬於危急，要直接需要送院嘅咧？通常呢啲嘅情況咧都係啲醫生發現㗎。譬如話咧，第一個情況咧就係惡性高血壓啦。咁病人個下壓咧可以高到多過130度喎。咁佢可能會排出大量嘅蛋白尿咯，同埋眼底咧出現咧視乳突水腫
咁呢啲情況都係醫生捉到嘅，咁呢啲快啲去醫院啊。咁第二種嘅情況咧就持續高企嘅血壓啦，例如話上壓高過220度啦，下壓高過120度啦，食極藥休息極啦都見冇效，咁呢啲就要需要去醫院啦。咁第三種咧就係懷孕嘅婦女，如果過咗20週，血壓咧高過140/90咧，咁咧我哋或者咧懷疑一個情況，英文叫 preeclampsia 子癇前症咁呢個情況之下咧唔單止血壓高而且咧婦女會產生頭痛啦、水腫啦、屙蛋白尿，呢要速快啲去醫院啦。如果唔係咧，會影響胎兒同埋嗰個婦女嘅性命嘅。開心嘅時刻過得特別快。第二集嘅又係高血壓又完啦健康心心食，智慧多一些。